早拢爱叫警察着嘛，拢爱有人伫遐看。我头前这几个真正是做高有的，不过因真正做无够工。咱台湾人拢有一种印象就是外国月亮比较圆嘛吼。其实咱台湾有做侪在地的是真正做厉害的。我是感觉甲伊交流安尼是看到一个人对做一件代志的坚持啊。有4位台南囡仔自细汉就正认真在做字也的创作，用手头的世界馆内喷彩创作技术，喷出生活头上水的风景，也佮用家己的力量回馈社会，关怀在地。阮迄早刚开始做拢无咧戴面具，所以阮喷了拢爱去买鲜奶来啉。比较话两个作品较有名就是2000块和500块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3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